1岁3个月的一个女宝宝，早产，心脏完全性的房室间隔缺损，还有伴有一个很严重的一个肺部感染。能活到现在不容易的，不做手术，90%的小孩已经自然死亡了。因为他妈妈也同时有这个心脏的一个问题，这个小孩也许就是他唯一的一个小孩了。作为父母的不离不弃，然后花了1年多的时间四处求医，家财散尽，然后还是努力的救治这个小孩。就说我们经过这么多努力，如果孩子没保住，你们能接受？我们都已经这种情况了，就是不接受也得被迫接受了，我们心里就放下了，就是这样。好，咱们就说做最坏的打算，尽最大的努力，争取最好的结果，把他变成个正常人。从我怀孕知道她有问题，一直到她早产，然后住院这么久的时间，我到哪个医院都是失望的。然后来到这儿，你就希望她能成功的下手术台。就是作为医生来说，作为家长来说，这都是放手一搏的一个结局了。我跟你们讲，这个孩子啊，他就是个烂兮兮的样子，能活到现在，他容易吗？啊，别人不容易啊，就这个父母我还是很尊敬他的。就为了一个孩子，我们尽量给他搞好一点。你把他感染先控制住，然后把他慢肺的情况评估好了，交给我，我保证他活。今天到95%了，还是比较顺利的啊，这一路。好的，那个3千万怎么样？好的。2千万。2千万也好的。现在看来这个手术效果还是挺好的啊，关松了。手术做完了，今天给我们讲的那个短一些，我们谢谢辛苦了啊！幸福的幸福。妈妈，爸爸呢？妈妈吧，是妈妈。几点了？还会不会了？会不会了？啊，还会呀。因为这么长时间的。到哪个医院都是失望的，就说不太好治了，怎么样的？情况比较重，国家医院直接给他进行手术治疗。交给我，我保证他活。